大家好，感謝你哋收聽遊戲院生活日常。啱聽嘅觀眾希望能夠訂閱支持。首先喺度感謝各位一直以嚟嘅支持。喺接近2年嘅經營下，我終於收集到500個訂閱，向全面盈利嘅目標邁進咗一半嘅路程。希望喺未來2年內可收集到1000訂閱，完全開通盈利功能。因為未到1000訂閱，我係未能夠開通廣告盈利功能。而由即日起，各位可以使用課金及加入會員功能支持本頻道發展。但係加入會員之後係冇特別福利㗎，純粹係為咗支持本頻道發展。或者我會考慮俾啲出正式影片前嘅草稿會員先睇。再次感謝各位支持。跟住就踏入正題，講琴日未講完嘅阿門 AI 歌。阿門最新出咗一首 AI 歌，叫做《油管亂龍》，意思即係 YouTube 亂龍咁解。由 AI 演唱，阿門填詞，係說唱風格。歌詞係阿門構想河馬想講嘅嘢。跟住就講下歌詞嘅內容。河馬慨嘆 YouTube 好多妖怪，就好似公寓小姐有後生唔揀，係要揀個大30年嘅男人，仲要講出會倒亡夫骨灰落海嘅說話。大夫唔係註冊醫生就亂去醫人，連老朋友都要俾佢呃一大筆錢啊！老友話要告佢，大夫仲反咬，嫌人哋唔夠老友。咩佬最中意批評人，但係又唔知佢個老婆先係最值得俾人批評。唔明白大佬 B 明明係女人嚟嘅，都要話自己係大佬。可惜大佬 B 個腦太細，做老闆就唔多啱佢。毛毛就人財兩失，唔見咗一大筆。美麗姐就一啲都唔美麗，但係就係最老實嘅女人。河馬唔明白點解上東張追450萬，竟然演變成俾人公審。明明俾河伯襲擊嘅，仲要俾人告傷人17。律政部門真係專業到你諗唔到，個犯都認晒罪啦。律政先鋒真係唔知喺度諗緊啲咩嘢。香港人都問佢哋做咩 L 嘢，個官都問佢哋做咩 L 嘢。霸氣就似足婆娘喺度扮女人。鳳雞成日喺度雞叫，又唔着底底。峰連抖音都撈唔掂。香港 YouTube 點稱霸啊？好心峰照下自己個樣先啦，係咁叻就拎一大朵現金出嚟證明俾大家睇。分享歌詞內容含義完畢。喺呢度睇到呢首係一首彈人嘅歌嚟，而且內容係有部分不實嘅，感覺就係描寫河馬為發洩情緒，甚至可以講出一啲與事實不符嘅嘢。另外，歌詞中提及到一啲人，如咩撈、毛毛、大佬 B、鳳雞等，河馬都係唔熟悉嘅。河馬英對佢哋冇咩感覺，所以我諗阿門係借河馬嚟抒發自己嘅情感㗎。而現實中，就我所知，唔係大部分嘅香港人同法官都問律政部門做咩 L 嘢嘅。另外有啲網台我冇點睇，描述中嘅事我未證實係咪正確。至於美麗姐，河馬到依家都話佢係衰人嚟㗎，仲話美麗明明將美麗欠河馬好多，講成河馬欠美麗好多，歪曲事實。河馬點會認為美麗係老實啊？我諗係阿門認為美麗老實多啲。總括嚟講，呢首就係諷刺意味高嘅歌，富節奏感，旋律就比較平淡，冇咩特別。歌詞就係帶出對於 YouTube 出現一啲將唔合理嘅事合理化嘅人表示慨嘆，而且又犯上 AI 唱字唔啱音嘅情況。唔計第2段嘅重複歌詞，我數到 AI 最少有7個字唱得唔啱音或者唔識讀個字嘅，所以 AI 作曲同演唱對配合個字嘅發音仲有好大改善空間。所以有陣時有啲觀眾聽完 AI 唱歌之後，都唔知 AI 唱咗啲乜嘢歌詞出嚟嘅，冇咗字幕根本唔知 AI 喺度唱緊啲乜嘢嘢。嗱，河馬，我已經示範咗咩嘢叫歌曲評價俾你睇，希望你以後唔好再齋貼歌詞出嚟，因為咁樣真係好冇意思嘅，觀眾都唔知你想表達啲咩嘢，好似為出貼而寫啲無謂嘢出嚟咁。跟住輪到講蘋果哥喺阿門度嘅留言，蘋果哥話唔明點解屎到臨頭反擊都唔啱，
律政部門都要告河馬㗎，真係唔知佢哋諗乜嘢。平哥哥，我答你，呢個係關乎反擊嘅合理性。反擊嘅最大原意係只用最低武力制服疑犯，並唔係叫你復仇式咁傷害疑犯。另外，法庭係睇使用武力嘅合理性，並唔係睇邊個出手先，另一方就一定冇罪。律政司告得嘅就表示根據證據認為河馬使用過分武力去還擊咯，就好似人哋誹謗你，你誹謗犯人還擊，兩人都係犯誹謗罪。人哋詛咒你，你又詛咒翻人，咁樣兩人都係犯下罪孽一樣。解決事情一定係從正規途徑光明正大咁解決先係正路。平哥哥，你唔使擔心，如果河馬所犯嘅罪名唔值咁重，法庭自然判決罪名不成立。如果法庭判罪名成立，咁即係等於河馬真係使用過分武力㗎喎。法庭係唔會容許無理嘅事發生。人哋傷害你，你傷害翻人嘅諗法已經不合時宜。依家係要講求證據，客觀合理俾犯人刑罰。你估依家仲係喺野蠻世界咩？而用唔乾淨嘅手法報復翻人，亦係會招報應，與神傾訴，讓神保護你先係正途方法。好咧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感謝大家收聽。門哥，你唔好以為我唔知你明讚暗彈喺度唱衰我喎。咩？你係河馬嚟嘅咩？難怪冇人性啦！